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喺羅湖口岸附近嘅按摩店。依間按摩店嘅位置好方便，大家喺羅湖口岸行過嚟都係大概5分鐘時間到。裝修嘅環境夠晒舒適，同埋技師嘅按摩咧夠晒專業。最緊要咧價錢夠抵，同埋全場都係免簽小費。大廳嘅裝修都係用日系嘅風格，見到咧環境夠晒乾淨企理，同埋房間夠晒多。好啱大家啱啱由香港過嚟深圳，又或者臨走咧喺呢度做個按摩先返香港。今日同朋友嚟咗上竹竹道 SPA 嚟呢度做按摩。呢度嘅位置咧極近羅湖口岸，大家喺羅湖口岸過完關，沿住羅湖城呢個直路一路向前行，行到嚟香格里拉酒店，轉返右手邊一路向前行，沿住過咗馬路，再轉返右手邊。行返前呢，就係沿河南路，沿住沿河南路一路向前行，中間會經過一個家私城，再沿路一路再向前行。行前啲見到咧，今日做按摩呢個大廈叫做匯泰大廈。行返前少少有個商店街，就可以嚟返今日做按摩呢間按摩店上竹竹道。入到嚟按摩店，同大家參觀下按摩店嘅環境。見到咧按摩店咧好有日式嘅裝修風格，見到咧呢個場嘅環境咧夠晒乾淨企理，電視機仲可以收到香港嘅財經台，方便大家睇下啲財經新聞。大廳嘅梳化咧可以調校角度。呢度咧有個免費嘅飲品區，有各式嘅飲品可以免費享用返，仲有生果同埋小食。上去2樓咧參觀一下全身按摩嘅區域，按摩店嘅空間夠晒大。而且咧有多唔同嘅按摩房間，呢度有間咧2人房啱晒啲情侶或者兩公婆，仲有3人房啱晒咧一班朋友一齊嚟，同埋仲有獨立嘅單人房，房間嘅種類夠晒多。另外呢度咧仲有獨立嘅淋浴間，大家夏天咧可以沖返個涼先做按摩。同大家睇下呢度嘅收費，見到咧呢度咧大堂足浴60分鐘咧89蚊，價錢咧非常吸引。另外仲有中草藥足浴。同埋仲有宮廷彩耳，另外仲有按肩、修腳，同埋仲有中式按摩。同埋呢度咧全店都係免簽小費啊，一個價錢就可以買單落樓。另外見到中式按摩60分鐘咧109蚊，90分鐘咧169蚊。另外仲有中醫按摩、精油淋巴排毒，仲有好多其他嘅項目可以選擇。另外呢版咧見到唔同嘅足浴項目。同埋仲有好多套餐可以選擇返，見到一個 A 餐咧，足浴加中式按摩90分鐘咧都係169蚊。另外仲有足療加彩耳、足療加淋巴排毒，同埋全身按摩加背部推油都可以選擇返。朋友做呢個項目係精油淋巴排毒，60分鐘咧139蚊。大家咧覺得唔夠喉咧，可以100分鐘都係239蚊。見到咧呢度啲房間咧夠晒闊落，同埋技師咧都非常專業，力度大細咧可以隨時出聲。依間按摩店咧嘅技師都係啲好有經驗嘅按摩技師，按落啲位置咧都好精準，再配合埋啲精油咧都好舒服。另外呢啲膊頭肩頸位咧，大家如果坐辦公室坐得耐，呢啲位置咧都經常比較緊啊。大家咧定時做下按摩都可以消除下平時嘅疲勞同埋勞損不適。依間按摩店咧個位置咧非常近羅湖關口，附近就係羅湖村。大家咧一嚟到深圳咧喺羅湖關口咧過嚟做按摩咧都非常之近。又或者咧嚟深圳玩完一日，喺羅湖臨走咧過嚟呢度做返個按摩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咁朋友都話咧呢個技師按得好舒服，按到佢咧都瞓着咗覺。技師咧推落去呢啲背部嘅位置咧都非常精準。另外咧，香港嘅朋友咧好中意嚟深圳呢邊買燒味。按摩店咧後邊咧就係羅湖村，入邊咧有多唔同嘅燒味檔，個價錢咧比羅湖口岸咧相對咧比較平比較抵。大家嚟呢度做按摩，做90分鐘以上嘅全身按摩就可以免費送返刮痧又或者拔罐2選1嘅項目。技師用呢個檜木咧幫我朋友做按摩，做呢個檜木嘅好處就可以咧將平時嘅力度咧放大幾倍以上啊！大家咧啲背脊跟腱位有時按摩咧按唔到入邊嘅深層，用呢個檜木棒咧就可以幫大家咧舒緩翻平時嘅勞損。大家咧如果有長期勞損，
又或者咧啲跟腱比較繃緊啊，都可以過嚟試下做呢個舉目。朋友試過咧都話正啊，見到咧技師一路幫朋友喺度推，朋友個背脊咧都會有啲紅咗啊，嗰啲嘅沙咧已經刮咗出嚟啊，可以將平時嘅濕氣、寒氣、毒氣咧都排出嚟。咁啊之後咧，技師再幫個朋友咧按鬆翻個背脊，排咗啲沙出嚟，排咗啲濕氣、毒氣咧，個人都覺得精神啲，感覺都好養生。我做呢個項目咧係古法中式按摩，60分鐘咧係109蚊，90分鐘咧係169，同樣咧都係全店免簽小費。技師一開始咧幫我按鬆個背脊，問咗我邊啲位置比較攰咧，我都係啲膊頭、手臂位比較攰。技師都相對用比較多嘅時間咧幫我去按翻鬆。之後咧有好多呢啲伸展動作啊，啱晒平時咧少做運動嘅我哋，個感覺都好舒適。之後咧我哋落翻去大廳咧做呢個足浴，呢個足浴咧價錢比較抵啊，60分鐘咧都係89蚊，而且咧都係免簽小費。一開始咧先泡腳，泡腳嘅同時咧技師會幫我哋按下啲膊頭肩頸位，唔會嘥咗啲時間。同樣啦，呢度啲技師啊按佢啲位置嘅都比較精準啊。大家咧如果對按摩有要求，中意啲位置比較精準，可以對應翻相對嘅穴位咧，呢度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呢度仲有男技師、女技師可以提供，啱晒咧有唔同需要同埋選擇嘅朋友。技師按呢啲腳底嘅穴位咧，按落去都好有感覺。做腳底按摩咧，好啱我哋成日周圍去，成日周圍行得多，又或者翻工咧，成日經常要企站立嘅朋友，定時做下啲腳底按摩，都可以舒緩下平時嘅勞損，仲可以防止靜脈曲張嘅情況發生。另外呢度仲有專業嘅修腳服務，用嘅刀片咧都係一次性嘅刀片，夠晒乾淨衞生。大家咧成日行路行得多嘅朋友，有時咧腳皮都比較厚啊，做下修腳，收下啲腳皮，收完腳皮，成對腳咧都滑翻晒。最後咧我耳仔都比較痕啊，做咗個宮廷採耳，40分鐘咧99蚊。一開始咧技師幫我放鬆下，感覺都好治愈啊。見到大堂呢邊咧有好多唔同嘅佈置啊，同埋裝修都好新淨。感覺咧個環境夠晒舒適，技師採耳都好細心，採耳過程冇任何不適，仲幫我採一個大耳屎出嚟啊！同埋技師都係啲好專業嘅採耳師，有多年嘅採耳經驗，成個採耳過程咧感覺都好放鬆，跟住咧仲幫我採一嚿細嘅耳屎啊！採完耳咧感覺成個耳仔都爽晒。喺上足道呢度做完按摩，呢度咧價錢夠晒平啊，同埋極近關口。環境夠晒舒適，大家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試下。今日片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鍾意朋友俾翻個 like，我訂翻個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